今日見到新鮮嘅刀甲魚，所以就買咗一條返去做紅燒魚啦。條魚比較大，魚販幫我切開咗，方便擺入個盒裏邊。返到屋企，成盒放入雪櫃，到食之前先至攞返出嚟，洗乾淨，擎乾水。今次我哋將啲刀甲魚切開佢，一塊一塊切厚少少。魚頭就將佢一分為二，燒熱個鑊之後爆香薑蒜，之後就將佢出鍋備用。用返呢啲油加入刀甲魚，用中火慢慢煎香佢，煎好一面，反去另一面，咁樣切開就比較容易煎香啲魚。煎到兩邊金黃色之後，就將薑蒜回鑊，灒走之後加入醬汁，醬汁裏面有生抽、老抽、蠔油、糖同埋水。加咗湯汁之後，用大火煮佢幾分鐘，煮到差唔多熟啦，加入一紮蔥花，煮熟啲蔥，收乾個汁，咁就可以出鍋上碟噶啦。咁樣煮嘅刀甲魚魚肉都幾滑噶，你哋都試下。